你会想想较好无？哎呦，有啦，好真多啊啦。迄是较早我坐我迄条色分配飞得紧哦，啊若无吼，我就去互迄只番狗甲咪咬咧走。哎呀，想袂当到，这个县长中竟然还有这种能力，看来咱的庇护馆一时是无法度人去。这。有啊，好来去。大哥，大哥啊，我等你即马是要去倒啦？我来去破伊迄日的回刀。袂用去，大哥，这时阵也袂用去。大哥，迄日的回刀十分厉害，你是一个主帅，免咱下去冒险的。既然为将，英灵交死咧，冒险的冒险的。袂用去，大哥，来啦，莫去啊！放枪！哎呦！大哥。到国王的爱婿，竟然咧在沙场丧命。有妈是死在这种的手头，我要求你，我求父王你替父妈保安心，你替父妈保安心。不行啊，这凤梨，你先爬起来。不要，不要。唉，这青如此的英勇，国王的勇将，一个一个拢死在伊的手头，看来我的良威是保袂掉了，保袂掉。我，刚讲你袂去星星落海是？星星落海。红年馆的首长，星星落海，伊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还精通法术。父王，你若派出兵者，会当夺出大宋的江山，而且会当收回咱的官制。对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入去，派星星罗海为帅，攻打大宋。星星落海，法术精通，神勇异常。我军赵成龙甲丢丢了义，失手避去。什么？好可！来人哦！预备你马放下这个出征。白姐，大哥，你袂晓去啊？为什么呢？阮就星星落海，拖了10万的大军，就将咱北河关团团围住。假使大哥你若战胜，我军也是同款无法度突破重围。这下老关键。一片星机，空鸳鸯，偏也错处，死得病，多久？看来，西辽兴出全国的人马来对付我军。大哥，兵多上不足为奇，最主要的是关将星星落海，伊的法术精深，而且口中神灵喷火，所以我军神风因才会失手避去嘛。困到呢？啊！你这个安怎？无我困来去妨碍着你是？啊是啊，我困到一只像死猪啊！我困到就足气的啦。哎，啊你嘛咧鸡甲有通寸？啊伊困是困伊的，啊是讲你有啥物地带？啊你若是看袂做的吼，你嘛会用个亲像伊安尼甲困互伊一只敢若猪咧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啊我若是困袂去，我看别人困，我就艰苦，你听有无？你嘛咧奇怪，啊我若困到遮好困，无你是安那咧困袂去？拜托药咯，我拜托药我就困袂去啊！拜托药比死较艰苦的，无人食困困啊！食，你著干一工敢毋甘会晓想要食尔。啊无想讲咱即马吼已经去互番仔掠来禁伫咧遮，当时要死都毋知，搁会记咧通枵。死！哼！啥物时阵要死我拢毋惊啦，毋免甲咱讲。惊夭死安尼啦！因尔呢，若讲到遮死完啊宝吼，拢毋带物件咱食哦，剩办是要蚵仔点甲咱饿死。啊，若讲要互咱死哦，嘛着讲大声互咱食顿啊粗饱，嘛通做饱鬼。等你较早困会泡面咯，毋通拄安尼迷茫咯。伊当下着用一坛仔烧酒来孝敬伊咧。酒？对，我嘛有哪有安尼咧想了。会记真久无啉烧酒啊！卡说即摆若是有一罐仔烧酒，通我来吸一下，毋知要偌好咧。对，我会记你足久拢总无闻到迄个烧酒的味安尼。我嘛是安尼想。有烧酒的味哦。啊，酒味？还有影哦。哎，伫遮尔哦。我嘛有这个感觉呢。酒哦，是啥哦？啊！哎呦，嘿，干嘛？
要啉烧酒会使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啊你娘你咧啊！烧酒要用啉，着搁条件，啥物条件？无关系，无关系。喂，环啊，既然吼你烧酒都已经送来，啊若无甲你啉，有那足歹势。大声食了，条件才搁讲。本来这是要互恁啉的，啉了才讲也无去，阮爹你也走袂去啊！安尼哦，哪来躺了，躺了，去！哇，聊太久啊，烧酒。哇！我等下，万请。喂，环啊，你安尼遮好意，无着伫送酒环食，我嫌疑咧。迄内底毋知有藏药啊无？毋带敢叫你毒死哦！规气你大声啉，你啉落去，我才会放心。嘿，啉一喙看嘛。想要甲恁中原人也遐尼小心哦。哼，本来就遮巧啊喏。好，我啉互你看。快死袂！哎，真是无死哦，无问题，我怎么规张你抽起来？无，啊，等我，我都要到要死你！放。安尼小可会用的无啊啦，无半句啊！这巴肚安尼宽饱规拢有精神个。哎，完啦！你讲啥物条件？讲出来听我卖。条件真简单，我看恁中原将士大家拢真敏勇，只要你大行西了国，一定前途无量。你放屁！操完啦！阮东中原人哦，甘愿头长血流，中原做你这个下国的指示啦。对，阮大哥常常咧讲哦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叫阮大行免讲。恁拄仔答应我的条件，啊那烧酒啉煞，想要反悔是无？环啊！无啦，你讲咱都毋对啊！阮头拄仔哪有搁答应你？我是甲你讲，大声啉酒，啉煞才搁讲。我也无讲一定爱答应啊啦。别动！我你讲这些，大口我再宽限你几工，恁好好考虑看卖。直青即摆已经互我包围起来，恁若免孝顺伊会来甲你叫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我的条件你若唔答应，我要叫你甲直青死做伙。哈哈哈哈哈！环啊你！老爷，大哥，你的伤口安怎？我的伤口完全拢总好啊啦，你看。真好，真好。大哥啊，这几工啊，哪会遮肃静啊？你是讲？我是讲张忠礼仪甲赵天贵因是拢走去倒位，哪会拢无看人啊？大哥啊，我伫咧养伤这段期间，是毋是有发生啥物代志？赵成龙、张忠礼仪真情被擒，现在白虎关被反将星星落海，甲咱团团围住。啥物啊？大哥啊，这落代志你若无量早甲我讲。贤弟，因为你的伤痕还袂好，我交代赵贤弟暂时莫互你知影。哎呀，你看我的伤口即马都拢完全好啊咧，那安尼哦，我这时就找我的小分配，回家来去办土救兵。
巧袂巧。这离开京城路途的遥远，就算讲将要救兵来啊，远水也难救近火。不如赶紧有书一封，你就赶紧告先生讲，叫北部公主办妥救兵，我来解决就咱这个困难，这敢是较紧的。哟，对，大哥啊，你赶紧上车批，我准备同我行程见北部公主。是，我来。春来匆匆，去也匆匆，空对江门忆当初。公主，公主，什么代志？公主，时下无早，你应该好换衫啊。换衫要创什么？哎呀，公主，你哪会袂记的啦？今仔日是美娜君主伊的生日，公主，你敢毋是讲要去食寿酒咧？我无想要去。公主，我看人安尼流流泪泪，我家己一个遮尔孤单，我更加不爱去。公主，我知影啦，你一定搁咧思念驸马，也毋过驸马伊是去冰西啊，一年半载之内伊嘛袂转来。假使你若继续安尼折磨落去，你的身体一定会袂堪你的。小关，驸马甲我生气，只不过才个月月的时间，伊怎安尼就甲我分开？你讲我变来袂思念你？公主，我看安尼啦，既然你若甲无想要去食寿酒，那安尼咱就出城来去拍拉嘛。拍拉？是啊，咱来去拍几只飞禽走兽，散一下心嘞，总比你逐工鬱伫咧宫中还阁较好嘛。无嘛好，啊无你去甲我准备蜡妆。哎呦，嘿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哎，啊，哪有这只鸟安尼？哦，我不知啊肥哦，这是谁写着的？迄毋较惨知影讲，我即马拄仔咧腹肚枵，先煞甲杀起来，烘烘咧食点心。妈你啦！哎呦，这只鸟是阮公主写着的。哈。哎，啊，是你？小关，小关，有找着无？公主，伊是老庆。老庆。哼，当初这个匹夫将我拍伫口头显现，
今仔日会当踮咧遮重逢，我着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来甲伊教训一下。来呀！是。抓起来！嘿，哟，三八毋正呢，家己的人了。啊，你八宝公主，你是安怎呢？你家己的人哪用这种态度伫咧对待我这个贵客啦？对不起，你是啥物人的贵客？是啥物人将你当作贵客？哼，老客，你还会记哩无？你将我拍着伤的代志，大概你袂放袂记啦，吼？哦，嘿哦，搞喏呢，嘿，我是为你好的了。啊，你甜条条拢唔放阮狄大哥仔出关，皇帝若知影吼，阮大哥仔爱皇台爱死呢。可是你有代志用你慢慢仔讲啊，你何必着伤我咧？那安尼讲，你是要报迄层的冤仇哦？无毋对，来啊，在，抓落去斩首。是。哎呦，行，莫安尼啦。行。人啊，古早人咧讲吼，迄查某人大长脚，下脚无量啦，哈。等遐尼久的代志，还搁咧叫因，好啦，要抬都互你抬嘛。行，飞猪股啊，这个飞山路也无啥物怨言啦。不过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甲我抬死哦，你若做寡妇是毋通埋怨我哦。行。等下，你拄则在讲啥物？无啊，我哪有咧讲啥？你讲，我若是做寡妇，就毋通埋怨你。啊？敢讲是毋是驸马伊有撞到啥物款的危险性？无毋对。安尼，驸马伊即马伫咧啥物所在咧？你甲我讲好。啊，你都讲要报冤仇，要甲我抬，你就下手嘛。啊，你讲问这哪有啥物路用讲嘛，无较绝。老贤弟，你莫生气啦。我拄则是咧甲你滚耍笑的，我咧甲你吓惊你。你是驸马的好贤弟，我哪有可能甲你拖去抬咧？哼！老贤弟，拜托，你莫生气好无？你甲我讲，驸马伫咧啥物所在？伊是撞到啥物款的危险？好无？你甲我讲啦，吼，莫生气啦。啊，我一身躯，互你别甲安尼定跳是要安怎讲话啦？对吼，我甲你透开。莫生气啦！这张批是阮狄大哥仔要写互你的啦，你看就会知影。驸马被困，白虎关。我有你，我绝对无答应。好，啥物都免搁再讲啊！当初是狄青伊家己要去找死咯。任先生搁好好做伊驸马，样样得伊无爱，偏偏就要去争势。你看，今仔日竟然爱我乡边去救伊，连讲，我绝对做袂到。哼！不晓要怎样都好。当初恁父王对待狄青，也ain算我是稳固立场。伊狄青却偷偷不顾利弊，放你一个人独守秦疆。伊即马有急难啊，要来求恁父王发兵，也无怪恁父王会唔肯答应啊。不晓，也毋过，如你若是要去解救狄青，白虎关一个破，安尼狄青一定会死入生生落海的手中。这不晓，求你替害儿做主。驸马乡为难原谅，偏阮天亲做不用。你在救我无路用，绝对不应救。行西算来是原主，哎哟，伊是如你的丈夫，人
来三思。这实在真使人为难。如你既然叫得逞，那就是你得逞了。今生今世，无可能搁再改变。假使得逞还是死？王明，你先莫哭，我搁靠讲你黄就是啊。有，那安尼就爱赶紧救兵如救火，万都袂赴了。王明，你下骹忍耐者，恁黄的脾气，伊若是唔肯发飙，嘛是无路用啊。对咯。老强的土球，蜜花转，公主的甘的啊，来生啊转啊。叫母的救兵啊，死来自愿。我赢的军师啊，难成啊愿啊。小英落海，伊见面3天来安尼开车投降，若无伊就下令讲啥。而且城中传流，众军士受不了饥饿之苦啊！这拢是怪我，这全部是我家己一个人的罪过。是不是官兵已经攻进城来呢？城来啊？唔是，大哥，现在伯伯公主已经兴兵前来，甲伊生生落海，才一大战一场。小雪嘞，那恁老兄弟已经赶到就先讲，公主救兵来，那安尼这拢如何嘞？五军大胜，伯伯公主伊的八件宝贝真正厉害，来破伊生生落海的邪术。现在官兵败走了。大哥啊！大哥！老兄弟，大哥，拢是你的功劳啊！哎呀，无啦，我这是小讲，伊若要大功劳，就是八宝公主伊。大哥，做兄弟，平安无代志。无代志啊！你看会这人。公主，驸马，先生落海呢？你看。死得好！什么？恁先生落海，也死在其中。公主，咱即摆应该赶紧想看有啥物办法无？无办法，一点仔办法都无。完了，完了！公所的勇将全部阵亡了。早若要知影安尼，咱不如就投降送掉。拢是怪国王，当初不应该听信着战前皇子阿才的煽动，野心想要夺取大宋的江山，
才落得如此的惨败。国王的江山就要破灭掉了。龙主，你即马搁埋怨有啥物路用？你爱赶紧想一个办法。我看，咱也是来献出真珠记，狄青无一定会答应收兵。献出着珍珠的火旗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而已。慢车，千万唔通献出珍珠的火旗。父王，请你给害你一个机会。我若是会当出征，杀死狄青者，岂毋是会当叫着咱国全国的军民心？王丽丽。袂用的，我干那你这个查某囝，你哪会用互你去冒险的？王丽啊，国王所谓勇将，拢万夫不同之用，都是狄青的对手。何况你这个查某囡仔人，你哪是狄青的对手呢？我用脚架。自从驸马死了，女儿已经是万念俱灰，而且咱国破在眼前，女儿又好小一死了。我要求父王你，让女儿出征，我要亲手杀死狄青。父王你答应，我要亲手杀死狄青。开始烧伤落海，是大功一件，我就敬你一杯。我所不也真厉害呀！父王我无险，请你来呀！恩情修习，生生落海，敬你。
也好啊，更者一条，怎安尼久？别人一杯就两杯，爱恁加讲话。恁就你插落啦。啊！你有看到啦？多少天数令人惊啊！我敬一杯大江声啊，酒量千步心相连，酒醉心态难为情，难为情。谁哪会用字啊？来，我用你啊！大哥啊，我无爽，你这哪用字？快快，哪里有样子啊？安尼无民主啊！公主请你红酒倒，又个我来承担。有你，安尼较公平。明知会醉我唔怕，连你也袂害早教。好，对，我大家来海中，来哦，来就来嘛，高声去食后，伊也安尼叫。你吼，袂啉就唔通啉遐济，甲你讲嘛，你就偏偏要啉，这个啉到安尼醉蒙蒙。早是啥人咧醉啦？互你讲我咧醉哦？你看我安尼敢有成咧酒醉哦？迄个烧酒醉的人吼，绝对死都唔承认讲伊咧醉，绝对拢讲我无咧醉，我无咧醉。本来就是无啊嘛。人大哥吼讲今仔日就是甲公主庆功的呢，啊，大家拢伫咧啉咧庆功宴吼，酒醉拢无要紧哦。啊，我吼无酒醉啊，我是干那加啉2杯啊安尼啊。啊，我即马是淡薄安尼茫茫，徛无啥会条，我哪有咧醉？讲我屁屁
嘴敢若会晓讲，招顶贵是酒鬼。我看你吼，甲伊也差无偌济啊。啊，莫讲啊歹听。偌歹听，啊无你都毋承认。啊，我都无鬼，你叫我啥？老三，你看，看啥？看遐是毋是人？是个。伊遐无？无咧。啊有。有啦，毋那亲像查某的哦。是都。是这。哎，搁咧困啦？啊，真是查某，有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。起来。啊，那安尼，多遮咧困，查某囡仔。你是啥？你放心，阮两个兄弟啊吼，绝对毋是歹人诶。无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踮遐困？毋惊去看着？我，嘿啊，若要困吼，毋着转去恁兜困较着，哪会安尼黑白困？我就是无厝通转去，毋知啊？你无厝哦？奇怪咧，逐个嘛拢有厝，哪会干那你无厝？那安尼吼，你一定有困难呢。你有困难，甲阮两个讲。对，只要你甲阮讲，阮会替你想办法。对，真是咧是，无问题，绝对是的。你做你讲。姑娘。啊，袂讲就要哭。一位姑娘听我悲，落甲本是异乡里，亲人有惨命丧身咯，因厝无厝可找死。遮尔可怜，有影可怜伤同情。严重，那安尼代志有影有较严重，爱解决。对，一定爱解决。啊，那安尼讲，用什么办法甲伊解决？简单啊，带来去见大哥啊。见大哥。行。毋对，袂用得去的。是安怎袂用得去？你想看觅，咱大哥吼无简单，才有今仔日这个机会，甲公主见面。因真久无见面啊呢，因英暗吼有爱庆祝一下因要应该爱讲的话，啊，咱哪好意思去甲人吵？安尼就对。安尼咱是要安怎？啊，你着小可代志，家己解决。家己解决？要安怎解决？较简单，甲伊带来去找小官吼。将因大的问题大声解决。有理，就安尼决定。对。不过啊，这件代志吼，暂时袂用的，互赵丁贵甲老庆知哦。你实在真啰嗦，是为什么袂用的，互伊知？哎呀，反正袂用的，互伊知就无毋对啊啦。好嘛，唔莫讲就好啊。姑娘，你要做啥物名哈？我叫做阿美啊啦。阿美啊？美就是要做水，嘿，有成哦，确实有影有水姑娘。这乱来啊你啊！